候補球員。恐龍谷嘅一片草地，成日都聽到嘭嘭嘅足球聲，同埋恐龍嘅歡呼聲。呢度係恐龍谷嘅足球場。恐龍谷嘅恐龍最鍾意就係得閒嘅時候聚埋一齊踢足球。暴龍大衛力大無窮，細細力踢就好似炮彈咁，一下就踢咗去另一邊。劍龍安安防守穩固，就好似一埲牆咁。綠風龍莉莉跑得快，傳得快，但係三角龍樂樂雖然佢好熱情，但係佢就喺隊內最出名包尾嘅球員。可能樂樂身形比較笨重，佢好似一隻大烏龜咁喺草地上邊爬下爬下咁。每次踢波佢都追波追到氣喘喘，條尾揈嚟揈去，仲成日撞到隊友啊！好唔容易先追到個波，樂樂一腳踢出去，以為可以入到啦，點知嘭一聲，個波就飛咗去自己個龍門度。哎呀，樂樂，你又搞錯咗啦！隊友們都忍唔住抱怨，場邊嘅小恐龍都笑到佢哋碌晒落地下。唉，樂樂，你真係踢得麻麻地啊！暴龍大衛搖晒頭，揈下佢條尾，都係唔好傳波俾佢啦，佢一踢就踢錯晒。劍龍安安都話：係啊係啊，唔好傳俾佢啦。綠風龍莉莉就話：不如樂樂你做觀眾啦。雖然隊友們都冷言冷語咁，但係樂樂從來都唔生氣，反而仲傻更更咁笑。冇問題啊，我繼續跑，總有一日會踢得好好噶。就算隊友唔傳波俾佢，樂樂都唔放棄，追住個波滿場跑，跌低咗又爬返起身。汗水都濕透咗佢嘅鱗片啊！有一日，恐龍谷傳咗一個大消息啊！恐龍谷入邊要做一支足球隊，諗住同隔籬恐怖林嘅恐龍隊嚟一場史無前例嘅對抗賽。恐怖林嘅恐龍以兇猛為名，傳聞佢哋嘅球員都好似迅猛龍咁樣嘅速度，伊特龍嘅力量，踢波就好似打仗咁。連球場邊嘅樹都被撞斷過。恐龍谷嘅恐龍都好緊張，個個都想喺比賽大顯身手，贏得榮耀。我可唔可以加入球隊啊？樂樂問，雙眼閃住發光。大衛皺一皺條眉，尾巴一揈，然後果斷咁拒絕。樂樂，你？唔得，你會拖累晒大家，連累我哋輸波噶。樂樂嘅笑容僵硬咗一秒，但係莉莉見到就即刻趕過嚟拍下佢嘅膊頭，安慰佢咁講：樂樂，唔使灰心喎，不如你做後備球員啦。如果有人受傷或者嚟唔到，你就可以上場啦。樂樂聽完之後點點頭，笑一笑。好啊，後備都好，我一定幫到大家噶。為咗贏到呢場比賽，恐龍谷嘅球員都展開咗地獄式訓練。每日嘅朝早，第一線陽光照喺草地嘅時候，隊員就開始操練。大衛練射門，一腳踢入去，個波就好似流星咁樣飛過半個球場。安安練習攔截，用佢嘅骨板擋住每一個進攻。莉莉就同達達練傳波，配合得天衣無縫。樂樂雖然上唔到場，但係佢從來都冇缺席訓練。佢喺場邊做啦啦隊，一邊跳舞一邊大聲嗌：加油，大衛，射龍門，莉莉，衝啊！佢嗌得比場上嘅球員仲落力啊，連喉嚨都嗌到沙咗。佢仲帶咗啲水，隨時幫隊友解渴啦。訓練之中總有唔少意外嘅。有一次大衛太過用力，一腳就將個波踢咗去第二度，個波噓一聲就踢咗去隔籬個森林度，消失咗。隊員你眼望我眼，個個都搖晒頭咁。
我唔去啦，太危險。你去啦。都唔係我踢嘅。眼見訓練要停頓，樂樂就二話不說挺起胸膛，我去執波。佢一下子就衝咗入樹林，幫大家執返個波，就係因為驚耽誤咗大家嘅時間。個波返嚟啦，繼續練習啦，你哋。好攰啊！每次訓練完，隊員們都滿身大汗，攰到攤咗喺草地上面。樂樂一次又一次咁樣幫佢哋執波，跑到身水身汗，個鼻仲沾污咗啲泥土添啊！但係佢從來都冇抱怨過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樂樂執波嘅速度越嚟越快，動作越嚟越熟。每次揾到個波，佢會順手踢一下，將個波踢返俾球員。個足球飛得又遠又準，落地嘅時候仲會喺草地嗰度彈兩下，好似專登踢去隊友嘅腳邊咁。隊員們開始留意到樂樂踢波嘅動作居然有啲唔同。莉莉仲細細聲話：樂樂好似踢得唔錯喎。喺比賽之前，樂樂一如既往咁早早就嚟到球場，天都未光，個球場靜英英，仲有啲水珠滴落嚟嘅聲音。樂樂自己一個攬住個足球，自己開始玩啦。莉莉接波，佢幻想莉莉喺對面球門，用力一踢，個波踢出一條弧形嘅線，嘭一聲就飛咗入龍門啦，入波！樂樂興奮咁跳起嚟，又執返個波，然後再換個角色，大衛接波啦！佢再一腳踢出去，個波就好似有眼睛咁樣，直飛到另一邊嘅球門，又入咗啊！踢波執波，踢波執波，樂樂練到身水身汗，個嘴仍然掛住傻笑，完全沉醉咗喺自己嘅小世界度，冇留意到身後嘅動靜啊！從唔知幾時開始，球隊嘅隊員同其他恐龍都靜靜地咁樣嚟到球場，企咗喺場邊，好似定晒格咁，個個擘大個嘴，碌大隻眼，震驚咁望住樂樂。大衛嘅尾巴僵硬咗喺半空，莉莉嘅長頸伸到直一直，安安嘅骨板就微微喐動，連達達都停咗喺棵樹度唔出聲。樂樂跑到好似飛咁快，腳步穩陣，踢波嘅力度同角度都啱啱好，個波每一次入網乾淨利落，就好似一個訓練有素嘅球星咁。邊個都估唔到，平時慢吞吞嘅樂樂竟然有咁嘅身手。大衛終於回過神，踏前一步，清清喉嚨。從今日開始，樂樂就係我哋球隊嘅正式球員。佢嘅語氣充滿驚訝同欣賞，隊友們都即刻歡呼起嚟啊！莉莉仲跑過去拍拍樂樂個頭，樂樂，你真係深藏不露啊！安安點點頭，你踢得仲好過我啊！達達都喺樹上面吹口哨，樂樂，係我哋怪錯咗你啦！樂樂仲傻更更咁樣搖搖頭，仲有啲唔敢相信啊！真係㗎，我可以踢比賽，但係邊個去執波啊？佢問嘅問題都引到大家大笑啊！大衛仲話：傻豬，以後大家輪流做後備，一齊執波踢波，球隊唔可以冇咗你㗎！隊員們個個都嗌：係啊係啊，輪流執波，樂樂你先至係我哋嘅王牌啊！樂望住隊友熱情嘅笑容，心裏面暖粒粒，就好似一股暖流喺心口嗰度湧緊。佢覺得自己真係球隊嘅一份子啊！樂樂知道佢唔單止係為咗自己踢，仲要為隊友、為恐龍谷踢出最響亮嘅一球。曾經被嘲笑做慢吞吞烏龜，
而家已經準備好喺球場生成一隻飛馳嘅三角龍，用每一下嘅踢球寫低屬於佢嘅傳奇啦。小朋友都好鍾意嘗試新事物，但係嘗試嘅過程可能會失敗，就會產生放棄嘅念頭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好似樂樂咁樣嘗試去堅持落去，因為自己不斷嘅努力同埋唔放棄嘅決心，可以變得比原本更好、更犀利、更強壯。